大家好，祝大家馬年大吉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，身體健康，恭喜恭喜！我係湯恭喜圓啊！發財，湯圓祝你恭喜發財。好啦，大家過年呢，真係要可以上嚟我哋肇慶玩下喎，有靜有動，有傳統有科技嘅，咩都有。好啦，咁啊準備咗個表俾大家呢，睇下我哋肇慶有啲乜嘢賀年嘅活動，包括呢喺我哋新區嗰邊呢，哇就有呢一個獅王爭霸邀請賽啦，亦都有呢個祈福新春巡遊啦。如果想睇下我哋個中國村呢，亦都有呢個現陽里嗰邊都有一個市集嘅。好啦，嚟到端州嗰邊呢，咁啊春節個亮點活動呢，包括有呢個燈火是端州啊，光影嘉年華就喺個古城牆嗰邊咁我睇視頻呢，真係幾靚嘅。咁另外當然仲有七星岩嗰邊啦，亦都有呢個華彩燈嘉年華又有啲 AI 又有啲無人機啊。咁當然呢，亦都過往呢，就係喺包公祠嗰邊啦，都會有呢一個龍獅大巡遊嘅，係啦，同埋啲包公送福活動。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喺上去微信啦，睇下頭先呢，我喺第2頁嗰度呢講一啲微信號，咁喺入邊呢就有詳列呢每一個活動係有啲乜嘢睇嘅，同埋呢時間，咁大家可以再睇下。咁呢個表呢，咁啊方便大家啦，可以知道呢大概有啲乜嘢活動。另外呢，仲有高腰區啊，今年呢就去潮玩高腰啊，咁高腰嗰邊呢就好熱鬧啊嚇！咁包括咧喺金沙灘有個春節歡樂嘉年華啦，咁仲有一個咧春節倒數啦，元江夜話燈光秀。咁我睇視頻呢個燈光秀咧就係喺啲大廈咧整晒好多唔同嘅燈飾啊，咁夜晚望過去咧真係幾靚嘅，大家亦都可以去視頻啦，或者去個公眾號睇睇嗰啲活動詳情。咁仲有一個咧，如果想落雪奇趣園冰雪世界歡樂新年都係一個可以去玩下，大人細路都啱玩嘅地方。咁我哋嚟到肇慶呢，唔單止我哋喺新區，你想靜靜地又得，去端州熱熱鬧又得，再唔係再過少少呢，去高腰呢都有一啲比較新潮嘅活動，包括有沙灘元江嘅夜景同埋去一啲冰雪嘉年華。好啦，另外呢，當然仲有我哋嘅龍母廟啦，冇錯啦。咁龍母廟呢，喺2月20號呢，同埋3月10號呢都有活動嘅。咁朋友可以嚟到呢，如果中意拜神嘅，咁可以過去咯。咁所以嚟到肇慶呢，其實各式其式，一定唔會悶親你嘅。咁我見呢仲有飛大家呢可以買隻高鐵飛上嚟肇慶過新年啦。